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，有一遍，真侪冒失甲罪人，我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拗念，讲这人接纳罪人，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即个譬喻：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，碰见一只，伊兼毋放迄99只伫旷野，去找碰见迄只，找到着，一个找着，伊就真欢喜，将迄只羊派伫经头。伊转来到厝，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碰见迄只羊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，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。还是有一个富人有10个银元，碰见一个，减袂点灯扫出来，拍拼找到着。伊一个找着，就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碰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上帝的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。耶稣阁讲，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，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互我。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2个。过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得到全部的财产，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钱乌白开。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好迄所在发生大饥荒，伊才知欠客会艰苦。伊就去互迄所在的一个人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。伊犹甲想要摕猪在遮的头毛指鸡，毋过连这人嘛无互伊。后来伊甲醒讲，阮老爸有遐尼侪请工，因拢有物通食，搁食到有剩，毋过我伫遮得要饿死。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，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，伊离因兜还真远，老爸就看到伊，心真毋甘，赶紧走我去甲伊揽地，直直甲伊斟。囝就对老爸讲，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毋过老爸甲仆人讲，赶紧请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搁甲伊穿鞋，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抬来庆祝，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有搁活，失了有搁得到，因就开始庆祝。迄时大囝伫园里，伊转来，得要到厝的时，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，伊叫一个仆人来问看到底是甚物代志。迄个仆人甲伊讲，恁小弟转来，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倒来，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大囝非常受气，毋入去，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苦劝。毋过伊应老爸讲，你想看咧，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
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你连一只山羊仔都毋捌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，你这个囝为着充饥，甲你的财产开了，伊一个转来，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伊老爸应讲：囝，你不时着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总是你这个小弟，伊是死去有搁活，失落有搁得到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